今年呢品牌超过200家。然后呢，一席难求。它这个真正是美食，它体现了这个广东的特色，不仅仅是广东的特色，还涵盖了这个北上广深，比如北京的大董啊，上海的雍府啊，香港、澳门的，我们大湾区的，包括这个深圳的，包括广东各地的美食区域，潮州啊、汕尾啊、客家等等都有。刚好是我这个美食周呢，也是在广交会期间，我们紧接着是个全运会。这一段时间，很多明星也在这里有参加比赛的，可能比赛完了也会过来。所有来的市民呢，因为去年呢，在这个场所呢，他们感受了这种热闹。比如我们每天晚上都是音乐会，每天都是嘉年华、常人的明星巡游等等这些活动呢，都让整个丰富度非常多。然后来这里偶遇美食、偶遇大咖、偶遇这个自己想见的人，都是一种让大家意外的惊喜。这2天呢，我们会从那个琶洲码头直接呢有船接驳到那个海心沙，所以说呢，广交会的嘉宾呢可以直接从琶洲的码头到达我们会场。非常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广交会的嘉宾。然后呢，我们现场呢每个档口呢设置的都是能够服务国外宾客的一个刷卡机，然后呢让来自各地的廣交會嘉賓能夠品嘗到廣東的精品美食。我哋係海佛山貴城嗰邊有間潮汕融合料理餐廳嘅，咁依家我哋帶嚟美食節，帶咗一款自己手作嘅一個雪糕，醬油海苔冰淇淋。這款南澳紫菜冰淇淋是在南澳那邊買紫菜回來自己手做的一款冰淇淋，裡面會含有鹹醬油，還有甜醬油，自己熬的。下面是鋪的是水果麥片，慢慢吃的時候它會慢慢融化，融化掉之後那個麥片就會口感變得軟化一點。咁呢次咧，我哋帶嚟咗我哋門店嘅招牌菜。咁我哋除咗呢度有我哋嗰個椰青啊，仲有我哋嘅海膽包，仲有呢個奶皮子酸奶，而家就比較流行嘅。然後仲有各種嘅熱帶水果啦，滿足唔同客人嘅需求。招牌羅氏蝦檔，咁除咗有我哋嘅單品之外咧，仲有我哋嘅羅氏蝦王，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蝦王本尊啦，超大隻。接下嚟到我哋呢個雙鮮出海，咁雙鮮係邊兩鮮呢？第一就係我哋嘅烤小青龍、芝士焗小青龍，仲有一個烤元貝。咁碼頭小吃局咧，即係呢度係有比較豐富嘅產品嘅，有我哋呢個脆炸狗頭魚、外脆裏嫩啊，好似豆腐咁，老人小朋友都可以食嘅。仲有我哋呢個馬鮫魚丸湯，手工打嘅魚丸就非常之 Q 彈嘅，現點現做㗎。仲有我哋嘅天婦羅魷魚秋葵蝦啊，這個特別好吃的這個啊。